后来，这个香港反送中的抗争来到100天。虽然香港的政府已经撤回到逃犯条例，但是香港的民众也是希望政府会当来落实到双普选等5大诉求。台湾的公民团体嘛定9月29要发起台湾香港大游行，要甲香港斗相挺。台湾青年乐团演唱创作歌曲《自由的花》，要以实际行动声援追求民主的香港民众。反送中抗争进入100天，虽然港府退回逃犯条例，但是香港民众依然希望港府会当落实真普选5大诉求。香港警察伤害了很多的平民，到了现在已经有5大诉求。他回应了1个，还有4个。我们对香港的声援其实并不只是在一开始的逃犯条例，整体来讲，整个民主社会跟司法，还有司法独立的这个支持。整个抗议行动对反送中渐渐演变成追求香港司法独立。台湾公民团体预计9月29要上北立法院，共同发起929台港大游行，展现台港同心追求民主的意志。